歡迎大家收聽聖靈降臨期嘅聖言日糧。今日嘅經課係選自約拿書第3章。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約拿，說：起來，到尼尼微大城去，把我告訴你的訊息向其中的居民宣告。約拿就照耶和華的話起來，到尼尼微去。尼尼微是一座極大的城，約有3天的路程。約拿進城，走了1天，宣告說：再過40天，尼尼微要傾覆了。尼尼微人就信服上帝，宣告禁食，從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。這消息傳到尼尼微王那裡，他就從寶座起來，脫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灰中。他叫人通告尼尼微全城，說：王和大臣有令，人、畜、牛、羊都不可嘗任何東西，不可吃，也不可喝水。人和牲畜都要披上麻布，切切求告上帝。各人要回轉，離開惡道，離棄自己掌中的殘暴。誰知道上帝也許會回心轉意，不發烈怒，使我們不致滅亡。上帝察看他們的行為，見他們離開惡道，上帝就改變心意，原先所說要降與他們的災難，他不降了。這是上主的道。即時悔改。有好多人去聖經學校同埋神學院，急不及待想成為偉大嘅傳教士。佢哋不斷嘅學習同努力，同時縱容自己實現假上帝嘅名義嘅抱負。佢哋並唔要聆聽上帝嘅吩咐，亦都唔需要起嚟回應上帝嘅心意。今日大多數傳道人即係傳講配合討好觀眾或者聽眾嘅主題，佢哋有一大堆嘅聽眾，喺大多數情況之下嚟到灌輸聽眾，並且所有傳道人為咗賺取佢自己嘅報酬，係必須做到一遍又一遍反覆咁講，或者係聽眾想知道聽到嘅嘢。約拿並冇權去選擇嗰啲工作、地點、聽眾、報酬、時機、時間方式同埋佢要講嘅信息，因為呢一切係上帝嘅工作，係上帝獨自完成嘅工作。約拿頂多只係個送信員。約拿並唔係好想去尼尼微，佢被上帝強迫，佢唔情願地信服咗上帝。約拿進城，走咗1日，宣告話再過40日，尼尼微就要傾覆啦。喺約拿嘅講道中，每個人都悔改，整個城市都禁食並謙卑自己。約拿冇電視或者收音機，冇報紙或者記者宣佈佢到嚟尼尼微城嘅消息，佢冇傳福音嘅團隊，冇講音器，冇親自指導嘅信使，冇發放單張，亦都冇小冊子，冇出售嘅書籍，亦都冇電話或者 fax 機，只有約拿一個人。佢嘅信息迅速傳播去整個尼尼微城，信息到達最低，到達最高嘅人。不僅所有人都收到消息，佢相信消息，從小同埋到最大嘅、最高嘅統治者都自卑並悔改。尼尼微王認真而且非常具體呼籲全國禁食，
披上麻布，謙卑懇切求告上帝，並悔改一切嘅邪惡。呢啲係真正嘅悔改特徵。今日我哋睇到好多人祈禱，有人禁食，而有啲人以一種不堅定或者虛偽嘅方式宣稱自己係罪人。但真正有幾多人係承認自己嘅罪惡並且悔改呢？有幾多人停止佢哋嘅邪惡嘅行為呢？大多數人都唔會咁做，更加唔好講係整座城市。一個外邦嘅君王將佢希望寄託喺一個憐憫上帝嘅身上。佢相信約拿嘅話，約拿並冇被視為一啲外來嘅癲佬，佢冇被捕，冇被石頭打死，冇被監禁。約拿被相信，佢唔係獨自一個人，而係上帝已經預備好。上帝忠誠地警告罪人，並憐憫嗰啲真正悔改嘅人，同時亦都會摧毀嗰啲唔悔改嘅人。如果尼尼微人冇悔改，佢就會被毀滅。所以上帝係憐憫喺人對自己嘅罪有幾深刻嘅認識，但神蹟往往係超過人所理解，而且悔改只能發生喺上帝嘅慈愛同埋恩典嘅裏邊。整個城市悔改嘅可能性有幾大呢？這證明咗上帝唔願意任何人滅亡，而且願意人所有人都嚟到悔改，呢個係佢嘅旨意。究竟邊個可以阻止呢？讓我哋而家一個反思嘅時間。當上帝叫你起來為佢工作時，你嘅反應又點樣呢？當上帝藉着聖經或人嘅提醒你嘅過犯時候，你會係咪即時悔改呢？請讓我哋一齊嚟到祈禱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像你一樣有憐憫人嘅心，更能在一切事上都能順從你嘅心意，榮耀你嘅聖名。阿門。